新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继续关心台北市信义区百货公司内的素食餐厅宝林茶室。这个宝林茶室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昨昏是各传出一个人死亡，伊是66岁姓杨的查甫人。死者的查某囝就表示，无法度接受老爸食一顿饭就往生，一定爱追查清楚原因，追究责任。也若昨昏暗头仔，佫新增加一个重症。目前有11个人食煞了后无爽快，2个人死亡，佫有4个人即马等在家护病房抢救。父亲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没有任何肝的问题，没有任何肾的问题，就是去吃了一次饭，不到1个礼拜人就没了。接想到老爸只是去食一顿饭就无命。杨小姐伫记者会是真伤心，一直700岁。伊讲3月19中昼老爸到宝林茶室信义 A13食这个炒粿条了后，暗时就开始落屎，落30几摆。一开始以为讲是诺罗病毒，20去医生看，医生认为讲是诺罗病毒，开相关药物了后，互伊转去厝休困，落屎症状有较好。不过伫早时却是雄雄老唱歌，心跳无稳定，赶紧送病院。经过检查排毒，心血管塌调这状况转普通的病房。不过老爸感觉食道稍稍无爽快，无受到日病情雄雄加重，精神无好，爱困。23透早6点，肝指数飙到14000，要考虑换肝，不过情况无理想，下晡送加护病房。25钟夜库膜抢救，27心跳就停去了。有跟医院说，我们是同意相验的。就无论如何，一定要查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主治医师讲，为病人接叶克膜、3线升压剂，也佫有西药制剂，不过病况一直无改善，血压一直落，尾也严重酸中毒、免搏性肝甲腰子歹去过身。医师坦白讲，从来无拄过这种的案例。在加护病房大概来讲的话，真的就因为感觉上就是全身性的器官衰竭啦，然后也急性就是很严重的酸中毒，等于是见招拆招，所以变成没有办法去刹车踩不住，然后他病人状况就持续的下滑。根据卫生局掌握的进度，即阵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已经造成11人身体无爽快，其中已经有2个人死亡，4人住加护病房抢救。也这内底有2个正伫使用叶克膜。因为代志真严重，台北地检署赶紧以牵涉是案发分案调查。检察官透早到餐厅现场会同卫福部食药署，也有台北市卫生局这单位来收集证据，已经查考相关的证本来调查可能牵涉的不法的代志。新北地检署已经初步相验1名死者，那预计明天上午要解剖鉴定。那另外1名死者今天也在进行相验当中。那由于宝林茶室它是位居台北市信义区，所以辖区是由台北地检署。那昨天已经分案要追查。另外，对着是不是发动强制处分，蔡清祥又讲，检察官依照案情所收集的证据进行，检察机关已经全面启动，先了解这个死因了后，然后牵涉刑事责任，一定要追溯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有2个当事人就讲，因是有点炒粿仔条含2节河粉，食落到底是吐骨流，过3天了后才无遐严重。有医生即马是怀疑讲，这米甲粉做的物件，若是保存出问题，有可能就会产生毒性真强的米甲菌酸。之前伫中国就有一口罩食番麦制品，尾中毒死亡。有医生就咧诱讲，咱台湾即届有可能嘛是安尼。用马来西亚乌豆油炒出金骨的色底，就是这盘正出名的炒粿啊！住伫中部的林小姐211特别上北到信义区的宝林茶室食暗顿，用手机翕影片，要伫社区媒体甲朋友分享，无想到食煞转厝，竟然会吐3天。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其实就呕吐不止。那隔天的时候也有到诊所去看诊，不过当时因为没有腹泻的情况，所以医生判断说是有可能是肠胃型病毒，而不是食物中毒。林小姐是讲，因为伊食正清，所以炒粿啊、加炸走的滚两粿啊，伊拢无掺卵，吐的镜头到25才有较好，已经通报卫生局。同款住伫台南的老小姐，22嘛甲朋友上北食宝林茶室的厝两粿啊，迄暗就开始落瀉。老小姐回想迄个时阵，伊感觉两正青，到尾是硬甲吞落去。我就在家里上吐下泻，看得很清楚，因为一直吐出来都是白条。我这样大概上吐下泻，吐了4次，然后拉了5次。
根据卫生局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通报便的菜单发现人客分别食炒粿啊、醋卵粿啊，陆续出现胃吐甲落瀉，也是心脏病起症头。有医师怀疑米类制品像讲粿啊，若保存无适当，真有可能会产生毒性正强的米甲菌酸，有可能就是造成这届死亡的原因。本身直接会造成我们的呼吸的这些传递链的终止，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那病人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中毒现象。米甲菌酸是一种呼吸毒素，温度达到26度就会开始生长。米甲菌酸耐热，使用高温煮食嘛袂破坏毒性，只要一呼吸都有可能无命。大部分出现伫米类番麦制品甲乌木耳内底。中国乌龙江省都有食玉米发酵的酸汤，一家几啊9个人中毒死亡的案例。另外，疫情调查专家何美香嘛指出，先人种杆菌毒素、肉毒杆菌毒素甲菇类，拢可能是凶手。卫生局即卖上需要查清楚的，就是保存标准流程、冰箱的温度管理甲冰箱营养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即马已经下令，要求伫台北所有宝林的分店拢爱停业。外界即马嘛咧要讲，敢是有人下毒？蒋万安表示，无排除任何情形，会继续调查。也若目前看起来共通性拢是有食粿仔条，所以宝林地色用的粿仔条的供应商，这是一间伫新北市的一间业者做的。目前做粿仔的这个业者嘛已经互要求袂当出货。门口搭暂停营业的广告，餐厅内底是暗搓搓。台北市卖素食的餐厅，宝林地色若像食物中毒的案件，风波是持续扩大，累计已经有几个人就医。到目前为止，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4个人是新北市民，其中2个人已经死亡。市长侯友宜表示，会全力来配合调查。我们现在全力的配合台北市跟中央，就这个事件全力的调查。宝林地色的案件造成2个人死亡，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所有伫台北的宝林分店拢下令停业。嘛讲第一时间相关的化验，并无检出一般食物中毒的细菌。外界嘛关心讲，敢有可能是有人下毒？蒋万安讲无排除任何情形，嘛会持续调查，确认实在的厂商敢有供货去其他的餐厅。我们都不排除任何可能，因为现在不只是我们的卫生局、食安官、疫调人员、检警都已经进入调查，已经全力配合这个检调啊，一切跟随政府啊，他怎么安排我们怎么配合。业者强调讲，一切配合检调的调查。台北市卫生局指出，目前送便宜的民众拢有食过粿仔条、甲河粉，进一步向源头甲下游的厂商追查，发现扩大到湘北，目前已经要求供应商停止供货。就是说，我们往上去追，所以说他供应这个食材的厂商是在新北的某一家公司。那目前我们查到，台北市只有一家，在南港的一个公司哈，它是属于中盘商。那我们还继续往下追查。宝林地色的粿仔条由新北市的业者制作供应，目前已经知影有卖予3间中盘，甲4间餐饮场所。另外，还有招招供应予差不多10个番啊。卫生单位已经要求相关的业者自主落市甲回收，嘛暂停购卖。稽查人员嘛，甲相关的原料查回去，还有做成品的抽检，检验的结果上紧1礼拜内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宜兰的罗东一间国校啊，伫昨下晡传出有18个学生囡仔排腹肚、骨流骨吐，因的胃肠是真无爽快，每日有10个学生去病院。宜兰县的卫生局表示，应该毋是食物件造成的，较亲像是接触性的小微的菌株感染。如果是吃东西的话，那并没有看到班级也有大规模的感染，没有，这并没有，倒反而是跨年级、跨班级的，班上都是相对少数的个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像是共同食物引起的，但是他们是属于2个社团，在社团里面并没有共同的饮食，所以比较像是接触的传染。因为身体无爽快，这学生囡仔虽然是同一间学校，也毋过分布伫8个班，所以初步是排除应该毋是食物的问题。这18个学生囡仔身体无爽快，学生因捌参加学校内底2个社团，也若这2天的下晡，因拢有伫社团内底同齐活动，也毋过无同齐食物件。宜兰县的卫生局已经摕检体去化验，嘛开始做疫情调查，要找出原因。继续关心但是同朋友。
另外呢，日本即马是爆发 A 型链球菌的疫情，敢若去年就有上千例，也若今年是疫情更较严重，传的速度更较紧。这款病主要是透过咱人的口喙，无就是讲话、喙烂、手烧话的。若是去话到规身躯的筋肉，会袂输防要防食去共款，所以嘛有人甲号做食人菌，致死率差不多是3成。所以最近若有想要去日本的乡亲，就要注意。胃面内底白色的 A 型链球菌是最近伫日本引发毒性休克症候群的凶手。去年日本出现941例这类的病例，今年到2月为止，已经有378个人发病，引发当家市府的重視。调一日緊急開會討論應用的方式。昨年の報告数は全国、東京都ともに過去最多。今年も3月17日時點で患者数が昨年の3倍のペースで推移しています。当家卫生官员指出，英国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主要发生在老大人的身上。不过，去年40几岁患者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病例数甚至以3倍速度直头增加，而且死亡率有到3成。专家指出，这种细菌会经过皮肤的空喙或者是烂手来传染。若有感染若较轻的，一般拢会出现发烧、若有疼等等的症状。不过，细菌变若入侵筋肉，就会破坏组织。看落那像肉去用食去共款，所以这种细菌嘛好做食人菌。专家研判，日本最近病例增加，甲疫情了后民众普遍较放疗有关系。People, perform a lot of like a preventive measure at the time during COVID-19, but then it loosens or it's gone now. So and then we see a lot of other cases and cases of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国内医师表示 ，A 型链球菌是顶呼吸道真接款的细菌，无论是囡仔或者是大人，若去胃着了后，只要用抗生素来治疗，就会当得到控制。不过日本有可能是出现有抗药性的 A 型链球菌，呼吁民众若去日本旅游的时阵，尽量要挂喙罨、接洗手，而且要真细致处理皮肤的空喙，安尼就会当大幅度降低感染的风险。公视新闻张惠斌编译。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日日时会感觉较湿热，南部受西南风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较强的短暂阵雨。咱同时来看温度。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温度是比昨昏也搁较悬，高温有28度至29度；中南部高温是29度至31度。今日会透较小、搁较湿的西南风，东部就爱细致，顶部会出现对流性的阵雨，雨会较粗，嘛会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而且有可能会弹雷公。中部、花莲、台东今仔日嘛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到下晡才会转较大。其他所在今仔日是多云的天气，过到了后，各地山区有机会会落局部阵雨。因若暗时开始，北边的方面倚近咱台湾，伫北部水气会变较高，落雨机会会变较悬，北部卖转做有局部阵雨的天气。清明要到啊，真侪民众提早备忘，最近伫云林的草坡啊，就真接到火烧。其中云林的消防局就统计讲，即阵啊，捌一天有65件火灾。高坑就有一搭公墓因为导火烧，却因为县内所有消防车拢出门去别位拍火啊。当地船长郭部长赶紧广播，叫村民灌水，使农用的喷水机，叫民众来斗拍火。听到村长广播，真侪村民拢摕扫帚、灌水桶，甚至连农业用的喷水机拢开到高坑毛横的乌仔底公墓来拍火。30个村民开2点钟才把火拍花，加在无人受伤，嘛无这么损失。拿那个竹扫把，有的就是开那个农用车，在那个水桶。一起来协助灭火。用树啊哩啦，你也无人管你个较早的传统的迄啦。系啊。当地村长表示，23迄天接到火警的通报，有赶紧通知消防单位。不过，事当时所有的消防车拢已经出勤，无法度随赶到位，才会赶紧公布，请村民来协助。因为消防局是表示，今仔23迄天，全云林县就有65站因为烧草引起的火灾。如果没有申请田野引火燃烧，可能会罚款3000元。那如果依环保的法规的话，会罚1200到10万元以下。消防局表示，最近民众提早备忘，各地拢有传出因为烧金纸等因素造成草啊烧起来的火灾。
若是因为安尼发生公共危险，恐惊会犯到刑法，就要担刑事责任。提醒民众清明拜祖先的时，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伫3月初4有公告讲要取消挂号费的审查，医改会刷落来就一直接到通报，讲有医疗院所提供讲加纳100块，你就当插队去挂号。搁有病院即马提供优惠，讲满80个人挂号就当拍8折。针对这乱象，消基会是认为讲不如回归旧制度，若是买较贵，就要由地方政府列册来公告。继续关心联合报，因应两岸即马局势较紧张，有可能面对战争的风险。作为发展部是宣布讲，因应战争的时，也是发生地动天灾这情形，造成网络全部拢断去，提供军政系统指挥爱使用的中计几卫星，伫今年的顶半年就会当通。金融的部分，主计长是表示，战争的时会当做预算的转移，规模大约是总预算的1成。继续关心自由时报，立法院初审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草案。地方政府若是有发现讲有阻碍过路人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的时，就应该爱去要求改善。违反规定会当罚3万块以上15万以下。若是妨碍过路人行人设施，这是固定设施，亲像是配电箱、油桶，也是消防栓这公共设施，就要由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去协调进行刷走，或者爱拆除。因若奥多拜停伫顶仔卡，定定是互检举，尾仔就收到罚单。进前伫台南，就民意代表提案讲，希望会当比较高雄共款放令顶仔卡会当停车，也是摆单。毋过呢，地方即马是有无共款的意见。有民众是认为讲，袂当停伫家己的门口、家己的涂骹，安尼是真无合理。毋过民众团体是呼吁讲，应该爱确保因过路通行的安全。学者现在是建议市府应该爱先分期分阶段来试办，试办了后再过来讨论。路边的停仔卡车满，别人停点家己厝内的门口停，有民众反映停伫线内底，煞枪在咧收罚单。台南的停仔卡议题引起讨论，有不少民意代表最近提案制定停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草案，要比较高雄的做法，放宽停仔卡停车也是摆大营业。民众无奈怨叹讲，若物价无所在通停，真无合理。车停伫家己的土地上，走廊上也无黑白停。安尼嘛是甲咱开罚单，无影响到通行的原则，会当互因有因应有的权益。一个土地遐尼侪钱着，民众买土地煞无法度家己使用，家己的财产可能家己的财产，搁爱互政府罚一条罚金，对民众来讲是一个无公平的。实际去永康区行一抓，停仔卡毋但乌多摆乌白阵，嘛有点加甲路顶条例，致使轮椅使用者敢若会当冒险伫道路行，所以新众团体出面要求草案，爱考虑到因的安全。另外嘛，学者讲，除了台北市以外，各地头其实拢有共款的情形，因建议会当先设一个示范区，分期进行，而且随时做调整。煮面的啦，是啥物固定的物件，我莫放人机啦，因为对阮来讲，真正无法度过，而且你也抛一个烧汤过来，有可能会烫着我，对不对？啊，嘛有可能烫着所有的人，有可能行路的人，有可能骹路较无方便的老大人，你叫行机楼关，结果我上希望机楼会当平。安尼大家还当行，不可能一步到定位的话，一定要分期，然后分段，比较实务的做法，应该是要这样子。根据自治条例草案，停仔卡爱保留过路人通行空间1.5公尺，建筑物出入口上无嘛爱保留1.2公尺的空间。交通局表示，会阁参相关单位做讨论，目前地方有无共声音，望政府通照各区做评估，打造双赢的局面。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国际新闻来关心巴基斯坦的西北部拜二时发生一站自杀炸弹的攻击，这是一台载炸弹的轿车去弄在中国工程师的车队，历史一台巴士兵车摔落山谷，有6个人死亡。中国是批评这款恐怖攻击的行为，这嘛是巴基斯坦伫1礼拜内第3件攻击行动。
落落去巴苏客伫个结构内底，车身伫庆会也有搞烟。那么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二6发生一个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一台载自杀炸弹客汽车，目标锁定一队要到当地水坝施工的中国工程师车队了后，弄到其中一台巴士，并且引爆这炸弹，造成巴士并且落去车顶6个人不幸死亡。जो कॉन्वॉय था वो 12 गाड़ियों का कॉन्वॉय था उसमें 2 बसें थी जिसमें चाइनीज सवार थे और एक विड्स जो थी ये जो जिसमें खुदकश बमबार था ये गया है और उस बस के साथ टकराया जिसकी वजह से वो बस खाई में गिरी है और उसमें 5 चाइनीज और एक कोहिस्तान से ताल्लुक़ रखने वाला ड्राइवर था जो कि फोत हो चुके हैं。这个攻击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一个军事基地，也有中国在西南部俾路支线使用的战略港口。事发了后，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随到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来致意，因为中国是抨击这个事件是恐怖行为。中国甲巴基斯坦关系紧密，北京近年来更加用“一带一路”来倡议推动中巴经济走廊，投资超过650亿个美金。也过中国制造的计划引起巴基斯坦分离主义团体不满，因为当地人无对这计划中来受到帮助，工作机会拢流向外来者。所以，最摆对中国的陆港发动攻击。2019年甲2020年，武装团体分别攻击一间甲中国有关系饭店甲证券交易所，拢造成严重的惊吓。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在俄罗斯有恐怖攻击，俄罗斯的莫斯科传出音乐厅恐怖攻击的事件发生，到今已经是第1礼拜。当地官员即马继续要追查嫌犯的身份，其中呢有嫌犯是咧挖进乌克兰的社区轰掠着人，所以俄罗斯即马是怀疑讲，这场恐怖攻击恐惊和乌克兰有关系。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的事件，而且进入第6天，除了4个涉嫌执行恐怖攻击而被嫌犯在内，拢总有11个人轰掠。即马阁有一个都市防讲，伊说出嫌犯，去予警方羁押。这个造成至少139个人死亡，差不多200个人轻重伤的事件，到底有偌济人涉案？涉案的人伫恐怖攻击的事件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因是有啥物人请的等等的细节，拢要搁伫理清。不过除了欧美第一时间替乌克兰辩护，因为恐怖攻击甲乌克兰无关系。罗西亚这边嘛讲甲敢若真诶共款，指控美国甲英国协助乌克兰撤回，而且发动这个攻击。То,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осуществляла изучение 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боевик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ам об этом известно. То, что выезжали в места нахожд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ов, работали с ними и вели их подготовку,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根据罗西亚国营媒体今日罗西亚的分析，欧美讲的涉案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犯案的方式除了汽车炸弹，家己做的炸弹，上常用的都是自杀炸弹客。那莫斯科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的嫌犯，开枪杀人甲放火了后，还阁随离开现场，这明显甲伊斯兰国犯案的风格无共款。到底欧美甲罗西亚对啥物人是凶手，也冤袂煞的时阵，部分国家为安嘛求警报，亲像外国媒体报道指出，涉及恐怖攻击的嫌犯，进前要暂时停留伫土耳其，所以土耳其的军警展开大规模的搜查，逮捕几10个防指控甲恐怖攻击有关系的嫌犯。另外，针对6月份开始，会伫德国柏林等几个社区举办的2024年欧洲国家杯脚球赛，地主国宣布实施临时性质的边境管制。德国之声公共广播电台指出，这是莫斯科恐怖攻击事件了后，影响极端分子趁比赛期间可能渗透作乱的措施。除了监控恐怖组织，会伫脚球比赛出现暴力行为的人，嘛是警方注意的目标。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泰国的众议院伫昨昏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同婚合法化法案，互同性的伴侣买当甲一般异性恋的婚姻同款，拢有所有的权利。泰国同婚按算伫今年底会当实施，这嘛互泰国正做是伫台湾也有尼泊尔了后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เป็นว่าที่ประชุมนะครับ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นะครับ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แก้ไขเพิ่มเติมประมวลกฎหมายแพ่งและพาณิชย์ฉบับที่พศนะครับ泰国众议院伫7月头以400票赞成、10票反对、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民事加上诉法修正草案，也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ผ่านไปยังผู้ที่รอคอยกฎหมาย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นะครับก็เหลืออีกแค่ด่านเดียวของท่านวุฒิสภ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นก็จะได้รับสิทธิ์ในการจดทะเบียนสมรส
ได้สิทธิ์ใน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ที่ท่านเคยสูญเสียไปในอดีตวันนี้พวกเรา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ทั้งสภา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众议院并案审查内阁的版本，前进党、民主党加民间团体所提出的修正版本，以内阁的版本为主要架构，修正68条法律，结果再并入其他3个版本的内容。草案将法案内面的查某人加查某人修改成做个人加翁婿加牵手，修改成做婚姻伙伴，和同性伴侣的人得到甲异性恋婚姻伴侣同款的权利，包括检视对伴侣签急救同意书，继承伴侣的遗产加领养囡仔。结婚的年纪甲异性戀同款攏是18歲。ก็มีค่ะแบบรอบตัวหนูมีคนที่เป็น LGBTQ เยอะค่ะแล้วแบบว่าทุกคน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เรื่องนี้มันผ่าน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สมรสให้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ว่าคนทั่วไป草案伫咧众议院通过了，一关送到参议院表决，参议院拍算4月初开会讨论投票，通过了，结果交予太皇同意。接落来法案公布伫咧王室的公告了，各单120天，法律就会正式生效。泰国有可能成为亚洲第3个、东南亚第1个承认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荷兰的总理去北京访问，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有讲到去年中国海客攻击荷兰军事网络的事件。另外，针对荷兰、美国和日本伫去年有达成协议，来管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出口。习近平是表示讲，这款做法只会造成分裂和对立，而且伊嘛讲，无任何势力会当阻挡中国的科技进步。继续关心最近美国对加沙地区有空投救援物资，结果呢，有的物资是咧落海。巴勒斯坦的卫生部即马就表示讲，有12个民众伫加沙的北部的海边啊，想要去护这个空投的救援物资的时，无设置就喺渡水死亡。即马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要活半年啊，各界即马拢正关心当地即马是无物件通食，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继续关心美国纽约大都会运输局已经通过研究真久，讲要收塞车费。这个计划若是实施了后，对外地塞车入去曼哈顿60个以南的所在的时，这个车逐天拢爱红收15块美金，大约是新台票480块。有官员认为讲这是减少塞车，而且这条钱嘛会当摕来改善大众运输系统。也毋过呢，因为即马也阁有真侪阻挡的势力，敢无法度真正实施，也毋知影。镜头转过来关心这10部囡仔但要出养的开案件引起社会关心。最近卫福部甲教育部就针对儿童福利联盟的缺点提出7点。儿童福利联盟昨昏嘛有开记者会，董事长林志嘉是带同仁过一届向社会回信的。那嘛坦白讲，伊家己有失职。也毋过伫现场记者会开线，伊无开放记者提问，干那以事后书面来回答记者提问的问题。伊嘛表示，伫4月15进前，因会补选这王玉敏辞职了后补选董事。我们必须向凯凯家属及社会大众道歉，对不起。立法联盟董事长林志嘉带同仁行礼，对凯凯案事件道歉。外界质疑林志嘉是不是要请示的声音拢无听过。立明伫会后用新闻稿回应，讲4月15进前将会依照规定补选董事继续负起责任，为案件相关的社工面对司法的诉讼。这是我身为儿盟董事长的失职，向儿盟全体同仁以及长期支持儿盟的社会大众致歉。立明这场记者会无开放记者问答，将侪基本拢留伫咧会后才回复。外界也质疑立明的经费用伫咧囡仔生活顶的部分无够5成。立明澄清，到2023年度收支比已经到96%，会甲经费用伫咧照顾离校的5大部分。
我们也会针对社工同仁的工时还有薪资的部分进行改善。因为针对这份卫福部、教育部所公布的稽查结果，里面提出3大改善，包括真正受采用的流程、改善社工督导机制、培训社工离校保护风险的敏感度、社工的增加访视的频率、个案去看医生社工爱做伙。因为教育部所指出的董事会董事无利益汇票，里面承认有疏失。董事会成员在两边都没有领取任何酬劳，故在讨论的过程中，未思考程序回避之举，诚有疏失。开一场无互媒体联访的记者会，里面出席的董事甲成员话讲煞了无回应就离开。里面伫事后讲，因为正重视每一个问题，爱透过里面团队共同点心讨论，确定事实了，才一个一个回答。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高雄某一间国中2年前有教练用球棍体罚学生，即马这钢筋学校阁传出类似的案件，有5个体育生互教练体罚，家长即马嘛指控讲教练拢会乌白收钱。代志曝光了后，这件代志尾啊阁互校长甲烧掉。学校是表示讲案件已经有咧调查，校长绝对无暗号响。若市政府嘛有强调讲，市府有介入调查。若针对校长的行为这部分，嘛有做行政调查。准讲真正安尼一定会严办。小孩子聊天，小孩子就是这边有2条，有的是手指头就是肿胀。手机镜头啊，照相的部位，这个囡仔读的学校，因的家长会长，总因为通报学校体育班的学生，那像互体罚了后，都叫校长打压，控诉学校电话亚扛者。小孩的手，有时候他喜欢咬指甲，有时候看他的手，他确实有些关节处他是有点红肿的，对，然后他麻的程度大概2天。日本基金会指出，2年前高雄市某一间国中，台北发生过有教练拿敲棍球拍讲学生，另外有一个姓林的篮球教练，1月份甲5个体育班的学生体罚，因为因用水喷黑棒，甲上课讲话。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是要记过的，那这时候他发现一件事，就教练说你要记过，或者是被我打，2选1。纵使小孩这件事情要处理，学校如果有校规可以处理，为什么要让体罚？为什么要用体罚的方式？我们学校的立场就是等待调查小组调查报告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再做后续。如果真的属实，我们就进行惩处。学校回应讲，若像管教不同的事件当地调查，然后体罚一定会处分。不过否认校长打压亚扛者，还有要求照相的学生退案的指控。嘛有另外一名家长是甲教练相挺的。我们的家长全部都是接受的合理的处罚，请不要抹黑体罚，不要抹黑我们的教练。将由教育局外聘学者及法律专家组成校长行政调查小组，以确保调查的公正客观。甲教练相挺的家长讲，记者会真侪控诉拢是作恶，2派家长看法无同款。日本强调讲，唔是要甲家长对立。是要凸显学校管理有疏失。市府回应讲，疑似不当管教已经督导学校爱调查，后续会以结果来移送到评会或者是考核会。现在后援会若像校务不清的代志，学校已经伫2月中说明，而且互后援会中庭较周知，市府袂允准体罚，嘛袂轻嚼甲暗砍，或者是发生打压亚扛者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地头传出有阿兵哥行地路的案件，1个月就9件。军方的高层是强调讲，会继续关心官兵身心的状况。不过有立委即马是亚讲，亲像金门、马祖的心理辅导电话根本就卡袂通。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会全面检讨。国军最近常常传出自杀的案件，1个月来出现9件自伤案件，引起外界关心军中的管教。国军最摆讲会关心官兵身心的状况，也是有24小时辅导专线，让官兵会在司法证实。这边就是传出有电话是空号。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27时讲，部长邱国正讲马祖的国军心理辅导专线是空号。这个电话来自国防部政检资讯服务帮，和邱国正甲边的政检局长陈友林面是真解决。这2天社会沸沸扬扬都在检讨这个事情了，你们怎么还会自己提供的服务线还是一个空号？然后我们检讨，你不知道原因啊？你现在可能应该也不知道为什么。陈友林讲，马祖心卫中心有做调整，会对专线进行了解。但估其实，拿马祖的心理辅导专线卡袂通。您拨的号
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经过实测，金门的心理辅导专线上款也是空号。金马官兵负责台海前线的守备任务，验过有关救命专线拢出包，当从国军的形象，区国警官的全面检讨，陆军接到指令，赶紧清查修正。我们承认了有问题，我们全面检讨。这其实是管理上是管理方面的。我们强化有关马祖心卫中心是在执勤人员电话转接的号码设定错误，所以在转接之后变成空号。金门则是在网页上公布的电话号码误植，目前都已经完成更正。外界关心国军辅导体系量能不足，根据统计，二级的心理卫生中心382名心理辅导人员，有专业证照只有60名，占的比率只有14.1%。李委认为，国军应该向地区病院，还有卫福部寻求心理卫生相关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甲高雄即马受科学园区，还有台积电这基地影响，所以厝的人有变较济，所以厝税嘛对咧变较贵。亲像台南的仁德甲安平即马拢红列做讲是税厝不如买厝的所在，因为这钱立久啊，厝就离个。要毋过呢，即马少年人买厝虽然有申请安房贷会当帮助，利息是袂起的，确实是比税厝更较会好。要毋过即搭拢是旧厝，银行贷款就无法度贷到8成。门拍开来看厝，边境采光好，较好卖。受南区甲中华区这二队影响，台南的厝价一直起。要毋过有7条单位统计6大都市甲新竹个行政区的租金，总价中位数并且算现款的金额，列出7大10大租不如买行政区。台南有仁德、安平甲桂林等5区。他其实每个月去缴那个租金，他们是都可以的，只是说他们就是要拿第一笔钱那个头期款那个这方面比较没办法。仁德安平这所在，因为就业人口、中华区这因素，租厝需求悬，租金也起价。尽管有新青安贷款，买厝比租厝较好，不过头期款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说贷款利率跟年限都有拉长，什么都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我没有办法拿出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拿出头期款。那台南第9名高雄前金区路的亲侪大楼，也毋过已经较侪年啊，租卖平台顶面，这套房的总价对198万到488万不等，看起来是无贵。不过这厝拢超过25年啊，而且坪数较小，贷款成数上最6-7成。新的建案大概都在前镇、林雅，那包含盐城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多议题的就是北高雄。北高雄的话，真的是新房子、新建案推出比较多。业者介绍厝型，自备款悬，互民众也只是摕袂出来，只好租厝。学者观察，新青安实施了后，虽然有较侪人买厝，不过各地厝价也起1-2成，凸显新青安贷款指标无治本。尤其这一波几乎是我们台湾的房价的历史高点。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买房的话，其实它未来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可能非同小可。学者讲，根本问题是伫厝价。台湾这笔进入超高龄的社会，10年了后，继承这个厝的量恐惊占总交易量一半。现阶段政府应该提供更加多社会主体，而不是鼓励少年人排正当的贷款来买厝。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上不时拢会传出有盲枪、盲红，也是名钱牵涉大麻，互检调查。法务部就表示讲，伫咱国内大麻是二级毒品，无论是大麻也是假大麻，拢是违法的。网络名人皮塔哥哥涉嫌持有大麻，捌互检警约谈。艺人阿庆的家后花花嘛去捌大麻，面对镜头90度一脸灰色的。我会好好去面对我的错误。那公共人物卷入大麻的风波，一件搁一件。执法单位7大麻定定发现大麻丛，最近查到的国内财政场一群查到将近100丛。虽然大麻互人列做2级毒品管制，不过调查局统计，大麻查到的保管量为103年59公斤，112年已经冲到1117公斤。去年查到的毒品数量，大麻是排到第2名，敢若是客他名。本来大麻是在5名之后，目前已经上升到第4名，所以确实吸食大麻确实有上升的趋势。各国管制大麻程度有差，包括加拿大、墨西哥、非洲等9国全面开放5乐加医疗用途；英国、德国、澳洲、西班牙等52国，敢若会当做医疗使用。亚洲加非洲大部分国家目前是完全禁止，敢若泰国虽然目前全面开放，不过当地研究取消5乐使用。虽然有些团体主张
也能够比照外国娱乐用的合法化，但是呢，它确实是危害人体健康很严重，所以并没有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法务部搁再声明，目前无用温大麻合法，因为其中的成分含有肃轻大麻酚，会影响中枢神经，对咱人有败害。食大麻恐惊造成多疑、幻觉的副作用，长期食会致使视觉失调。可见官方也是认定大麻缺点比优点较侪。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伫捷克嘅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比赛，咱高雄前金国小嘅管乐团演奏台湾民谣，拍败其他18个音乐团队，咱是摕到金牌。这阵高雄囡仔真厉害，应用音乐，互世界看到咱台湾。台顶演奏《桃花过渡》是台湾早期人人知的车鼓民谣，续落来阁有《天黑黑思想起》，前金国小学生囡仔用这3条民谣，互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充满台湾味。前金国小的管乐团开半年的时间准备，将3条台湾民谣编入去35分钟的组曲，尾仔因摕到上冠英语金牌奖。我是台湾人。开始看到日本的大哥哥甲大姐姐，就惊的。这是安怎克服的？老师会加油。行的时候有看到来自日本的学生，然后和他们交换了国旗。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已经办19年啊，今年有台湾、美国、日本14个国家19个音乐团队参加比赛。这摆前金国小拢总派出43位学生出国交流，因搁特别伫音乐游行的时阵，伫讲台叶国旗大声唱国歌，现场也有台湾人来替因拍谱加油，互世界看到台湾。特别经3条咱代表咱台湾的台湾民谣。互大家、互世界会晓熟悉台湾。当阮演奏着国歌，甲迄个会着国旗，迄种感动是，一世人可能敢若有即摆的机会，我都去体验的。前金国小老师表示，这届比赛台湾队是并今年会上细汉的，这阵学生囡仔会当克服时差、气温，甚至袂惊其他国家队，顺利摕到金牌奖，实在真无简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伊那国宝歌王文夏，伫2011年过身，伊才到94岁。伊一生创作1200条台语歌，拍11出台语电影。伊的是见证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伊的太太文香就表示，翕纪录片是文夏的遗愿，所以对2018年开始到呾就开始咧翕，即马这出纪录片总算完成。希望会当互大家了解文夏的故事和咱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咱人啊出外，较少嘛是故乡，上怀念嘛是个父母啊。到今仔日我的歌内面，算作故乡的歌嘛真侪。1959年，文夏翻唱《黄昏的故乡》是全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另外，像《妈妈请你也保重》、《再会啊，강도》等等，也拢是文夏的代表作。伊的音乐人生是台语流行歌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着要让大众认捌文夏和台湾流行歌的发展史，纪录片《夏季的文化银行》自2018年就开始筹备为文夏做口述历史，伫今年总算完成。老师一心咧坚持做音乐咧创作，所以文化洋行嘛代表老师的音乐，老师的影响力吼，那亲像热天的这个太阳共款。1928年5月20日，文夏伫台南出世，一生创作1200首台语歌，拍11出台语电影，摕过金音奖和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是台湾的国宝歌王。90岁的时，甚至佮办个人演唱会，伫2022年过身，才到94岁。太太文香表示，拍纪录片是文夏的遗愿，毋望甲家己一切留到予世人做纪念。上界至亲、上界至爱的好朋友，大家拢来甲伊加油，拢有加入伫这部片的内底吼。所以老师我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啦，甲伊的纪录片安尼完成甲遮尔好。
文化见证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嘛，留予台湾济珍贵的文化资产，影响一代搁一代的创作者。纪录片团队表示，目前敢若开放包场，不过嘛有规划伫年底要开放，予大众自由买票入电影院看，希望大家做伙来了解文化和台湾歌的故事。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糖有800款，咱一般看到拢敢若讲这是糖，咱袂去分讲这是虾米款界定。因搁伫新竹有武技社团，就邀请老师教大家来分辨讲糖拖甲昆糖这两项有虾米款无共款的所在，无共伫倒位。而且呢，搁扎标本去现场展互囡仔看，互囡仔会当学着各种糖的台语要安怎讲。我毋是四肢脚的野兽，毋是人，拢会当叫做糖拖，吼，这就是糖拖。毋过咧，糖拖刷落来，即个我讲的昆虫就是六肢脚的。老师一开始先教大家糖拖参昆虫有啥物无共，佮讲故事，互囡仔明白各种昆虫。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讲，用7款方法来学台语，感觉真趣味。我感觉足特别的，因为我家己嘛无足熟悉，实在会使搁较了解一下。使学着足侪昆虫的虫类的正确名义安尼。比如讲剪仔菇，啊个竹马，这两项我之前毋捌大教过。我感觉今仔真趣味。伊叫做竹马啊，就是因为伊就亲像阮母啊讲细汉的时阵咧，生迄落迄骑马相争，伊就亲像迄个竹马共款，所以就叫伊竹马。老师搁再来画竹马甲鹿角菇、剪仔菇的标本，互大家伫现场直接用手来摸看卖。上这个课的老师，也是武艺家庭的妈妈，伊就是认为目前生活中的台语资源伤少，才会发挥家己的专长。规气家己去推广，家己教。因为即马台语的资源较无够啦，所以就是因为阮家己嘛是母语家庭，我家己也嘛是母语家庭，所以就是比如讲，我家己拄啊好有相关的背景，啊，搁有囡仔就是开始会好闲讲，这要安怎讲，迄要安怎讲，啊，就想讲安尼规气，我家己就是用我家己的背景啊，想煞就来教这个囡仔。囡仔上介意的就是菇仔类的嘛。一般譬如讲热天啊，上济会伫咧厝仔顶看到一支的，就是咱讲的独角仙，叫做鹿角菇。两支的，就是有迄个超形虫，就叫做剪仔菇。趣味的活动，互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嘛对昆虫有更较深的认识。来参加的家长讲，后摆出去外口就知影，原来糖拖参昆虫有啥物无共，来当叫出因的台语名。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朋友，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